主后2022年11月初10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你记的是甚物款果子？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启示录20章第1节到15节。后来，我有看见一个天使对天顶落来，手提无底深坑的锁匙，甲一条大条铁链。伊掠迄只铃，就是迄个漏蛇，是魔鬼，是撒旦，甲伊罚1000年。天使甲伊迄落无底深坑，然后甲无底深坑关密，搁用印封起来。伊才袂搁去卖迄列邦，一直到1000年满。即个期限过了，伊一定着暂时受偷放。我有搁看见几若个宝座，坐伫宝座下有得到审判的权柄。我嘛有看见遐个为着耶稣作证，甲为着上帝道，互人斩头的人的灵魂。这人毋捌拜寿，嘛毋捌拜寿的像，因的头额还是手无接受寿的记号，因拢搁我甲基督做伙统治1000年。所剩的死人到1000年满的时，才会搁活。这是头一遍的搁活。有份伫头一遍搁活的人，真有福气，因是圣洁的人。第二遍的死，无权通甲因管辖，因会做上帝甲基督的祭司，嘛会甲基督做伙统治1000年。1000年满的时，撒旦会受偷放出监，伊会出去卖迄地上4方的列邦，就是国甲马国，组织因去交战，因的数目亲像海沙遐尼济。因政军遍满全地，围困信徒的营，甲上帝所听的城。毋过有火对天降落，甲因消灭。迄个迷惑因的魔鬼，受迄落火甲硫磺的湖，迄只兽甲迄个假先知已经伫遐，因会日暝受苦楚，永远袂停。后来，我有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，甲坐伫迄顶面迄位，天甲地对伊的面前逃走，就无搁看见。我搁有看见死去的人，无论卑贱还是尊贵，拢徛伫宝座前，记录的册拢踢开。另外一本活命册嘛踢开，死去的人照因的行为，根据这个册所记载受审判。海将伊内面的死人交出来。四甲阴府嘛将因内面的死人拢交出来，逐个人拢照因的行为受审判。后来，四甲阴府受迄落火湖，这个火湖就是第二遍的死。名无记载伫活命册的人，拢受迄落火湖。你结的是甚物款果子？1970年底，当着经济崩盘，为伫内比色的圣尼古拉教堂自1982年起，每礼拜日举行为国家祈祷会。真侪人进入教堂，谈论因对政治的忧虑。后来，哪来哪侪人组织为和平祈祷。1989年9月初，某一遍祈祷会结束了后，人民勇敢行上街头，抗议政府的威权统治。这个拜日的示威活动持续不断，直到11月初9日，祖国东西德的
毗邻围墙倒塌，两敌迈向统一。这个和平祈祷的示威行动，诚侪两敌统一重要历史事件。总是教会群体毋简单伫促进公义和平的正面并举事件中有份，也伫负面破坏作为插一脚。拄亲像使徒约翰伫启示录揭露的，伫终末所有人拢着照因的行为受审判，基督徒也无例外。过去，基督徒伫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犯的不幸，得到真侪教会和基督徒群体的默许。教会甚至赞同伊对圣经的解释，互伊的政策有信仰上的合法性。战后到今，真侪纳粹的战争罪犯伫德国转型正义下面受到审判，付出代价。当今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犯的罪行，也会互国际法庭诉讼提告。总是更较重要的是，无论任何身份地位，人上尾拢着伫上帝面前接受最后的审判。诚侪一个人群体基督的人，敢讲只是名字受记录伫生命册尔尔，减无搁较爱受检视。伊的一生行达倒一寡道理，生命结出的是什么款的果子？箴言11章30节指出，义人结的果子是性命，强暴人残害性命。基督徒所结的性命果子，你当是甜美的果子，总是随上未必然是安尼。所以，先知阿摩斯劝诫上帝的子民，毋通互公义的果子变成苦草，这诚做咱真好的提醒。启示录20章特别在讲到的歌革甲马国，只是末日战争上顶的讲法，意思是指敌对上帝的政权，毋是指特定国家还是君王。伫历史上，土耳其、俄罗斯等拢捌被当作是歌革甲马国，虽像这个拢是无经过考证的偏见，是落入有言的陷阱中间。咱着审视家己是毋是常常受偏见蒙蔽，甚至误以为家己所喊话的是公义的一边，致使看袂清真实。虽然对着上帝的国家要围困信徒的营，甲上帝所听的城，总是拄亲像以赛亚书27章第29、第60所讲，伫将来的日子，上帝要守护以色列人民，亲像在守护葡萄树的园。刺配甲即个拢毋是问题。任何基督徒群体和教会，也拢伫上帝的守护中，无论生命尊贵还是卑微，拢要亲像葡萄树共款，遍地顶根、布芽、开花、结满果子。默想，回想家己生命所结的果实是甜美，还是苦涩有毒？回想家己生命所结的果子是甜美，还是苦涩有毒？咱来祈祷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无掠诚做基督徒自义，愿圣神随时提醒，互我袂跌到互偏见也是困境蒙蔽，互我持续存着信心甲愿望。伫世上努力结出甜美的生命果子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
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